即將落嚟進行嘅係第4場嘅比賽。接住落嚟進行嘅係第4場嘅比賽，由東華三里賽維青小學對陣我哋嘅宣道會陳元喜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比賽即將開始。好，球證嘅開場雞一響，一個冷箭。陳元喜小學咧用一個冷箭打響咗頭炮啊！好龍門大腳開出嚟，開咗個地波。陳元喜小學攞翻個波先，右路擺翻埋中間。好在小學好穩陣啊，暫時佢屬於後場防守，然後咧就插到一個反擊上面逼搶啦。喂！呢排嘅手大手咁向前面，可惜前場冇直接過啊！好彩維青小學一個教球開出嚟，哎呀可惜轉唔到身，想俾翻埋中間俾人聽到，有冇機會左腳起㗎？好龍門球開出嚟。好，陳喜小學後場攞住，嚟翻埋中間中場攞實，有冇機會送上前邊？佢直線過落去，可惜佢就比較難過。雙方都好謹慎啊！好，個波擺到嚟左路，陳喜小學有冇機會咧？個波翻返去中間，想轉去右路嘅時候咧，咁但係人比較多轉唔到啊！好在先小學呢邊食住個身位，攞翻個教球，保持控球權先，一個撞牆打落去。暫時陳元喜小學嘅機會係比較多啊！好，陳喜小學幾個角球開出嚟，開個高嘅，去到後柱一腳踩地再起腳，有冇機會再起腳？蔡維青小學攞翻個波送上前面先，做一個解圍。好
小學俾到去左路，埋翻中間。在清小學扣到個波，榮續的咗2下，仲可唔可以繼續去撈得翻嚟？過到一個，可惜3個人圍住就比較難突破啦。幫入去禁區製造咗少少混亂啊，跟住咧大手揼翻出嚟呢一邊，兩個嘅後衞。喺溝通之後呢個波滴咗嚟左路呢一邊，再大腳送翻上去前邊，一腳控好，一個大轉邊攞唔攞到啊？哎呀，好可惜攞唔到啊！但係俾頭已經。維星小學，搶，射啊！維星小學暫時以1-0領先。入球球員係26號球員，避開咗龍門嘅出迎咧，右腳轉身點腳。上半場時間嚟到大概4分鐘。哇！一個好精彩嘅射門，一個好精彩嘅撲救啊！球開出嚟製造咗一片混亂啊！咁啊，繼續係陳聯喜小學嘅好球，今次係一個嘅界外球啦。好似個球一樣咁樣開出嚟，可惜咧唔夠高唔夠遠啊！龍門咧就好輕鬆沒收咗。呢邊大手揼出嚟，不過好似有少少塌啊，不過唔緊要嘅，將個波咧去到最前方先。咁個控球權落翻喺長禧小學上面啦。好大腳開上前，好彩維星小學開始上力啦，有翻第一場嗰種後場組織啊，但話口未完呢，長禧小學俾嘅壓力好強啊！俾到好多壓力對方喎。咁啊，長禧小學就唔怕你啦，繼續喺後場咧做個短嘅組織，俾到嚟右路。哎呀，可惜個波有少少波歐嘅狀態啊，俾得少少邊線。就開個地嘅，但係俾咗對面。可惜呢下射門咧就有少少力度唔夠啊！再俾左路，財星小學中路攞翻壓住你身位先，再喺中路有一個搶截，可唔可以有機會？哎呀，爭啲！碰到一個嘅界外球，舉手開咗個短嘅，排翻埋中間想起腳，爭啲柯打本龍門掉出嚟去到中間嘅位置。雙方都好硬淨啊，不過大家嘅動作都係合法嘅。好，長禧小學嘅界外球，一樣係向住龍門開啊！
上咧，財團喺小學係比較多嘅，不過財星小學第一球在手啊！好，個球開出嚟，開個比較高嘅平飛啦，不過可惜咧就比較遠啦。我財星小學繼續喺後場組織啦。小心！呢一邊有啲失誤喎，俾失咗。好，大手掟去前邊，咁啊，可惜自己人咧冇人證明到啊。跟住到翻對面龍門啦，開一個沙波出嚟，揾到自己人嘅。好，作為星小學有一個組織嘅攻勢嚟到右路，不過人哋喺小學咧攞翻個波。可以睇得出雙方每一次嘅傳波同埋一個足球咧，都係非常之高質素，係諗清楚自己做緊啲乜嘢。時間嚟到大概10分鐘左右，大概15分鐘啊 ，keeper 一個嘅手錘打翻出嚟，可唔可以轉到出？轉唔到出，一個突破，可唔可以扭埋呢一個，擺翻埋中間？哎呀，爭啲啊！雙方係高質素啊！呢一個喺身體上面嘅較量，繼續前進7位，偷得翻個波，攞翻出嚟，有冇機會起腳？踩定個波先，跟住喺後邊，中場嘅位置大家都係鬥腳長啊，諗住去攞個波。可能星小學攞翻個波先，暫時可惜分到過嚟咧，因為佢哋太近啦。唔計。但係都係向住龍門嗰邊啦，咁啊參一個嘅前鋒咧嚟去睇邊咧將波先攞嘅啫。教練一眼又即刻醒晒啦，成班齊齊起嘅球員向前嚟到去搶波啊！好嘢！哎呀，好可惜啊！射！哎呀，唔夠力。反應好快啊！嗰個波喺中路出現，呢個就成日我哋睇到波嘅啊！左腳一半，沿住左路可唔可以去到？俾唔到上去。咁作為星小學有個機會咧，冇人吹，人哋星小學擺到波喺右路。嗰時星小學一個角球開出嚟，
個波咧都比較甜。